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12月18日，圣诞欢乐颂，光来了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3章5到9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11节。不可做别人在黑暗中所做那些无益的事，反而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。神爱世人，世人却不爱神，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。假面超人、软胶人偶跟少年侦探团的徽章。少年侦探团由帝丹小学1年级 B 班的小岛元太同学发起，并且自任团长，但实际上的领导人是江户川柯南。徽章可以远端通讯。少年侦探团虽然都是小孩子，但经常成功做到很多大人不经意而重要的侦探案件。假面超人是柯南里面的人气特摄片主角，伸张正义不露脸，受到许多小朋友的喜爱。小朋友就喜爱黑白分明，他们喜爱坏人得到报应，好人也得到好的报应。这不就是人吗？这不就是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要人走向那个光明吗？但人真的很可惜，人的心因着罪常常会自私自利自义，自以为是，不管在什么位置上，其实都是很容易被罪所诱惑。今天我们看到很让人遗憾的经文，从13章第5节谈到他提供多比亚使用一间大房间。多比亚我们知道是谁呀？一开始就是反对着尼希米他们回来盖城墙，对他们最敌意最深最扰乱的。但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提供了一间大的房间给他来使用。而那房间本来是要放什么的？要放公物的五谷和香料，圣殿中的器具要给祭司的祭物，给利未人、圣殿歌手、圣殿守卫的11捐。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尼希米说他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亚达薛西做巴比伦王的第32年，我回去向他报告。过了不久，我得到王的许可，重返耶路撒冷。他才发现，以利亚实竟然提供多比亚使用圣殿里的一间大房间，里面做的这些恶事他很生气就把多比亚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，然后下令洁净房间，并且把圣殿器具、素祭和香料放回去。我们看到这里会觉得，大快人心，是吗？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会觉得人怎么了就是我们不是才决定吗？我们不是才建好城墙欢庆，也决定我们将自己献上吗？才几天前，但虽然日子不是像我们迦南之声才几日啦，但也是不多时可是怎么人就变了？我们看到以利亚其实他是祭司他当初回应要盖圣城的城墙的时候，他也是第一个回应，没有错。我记得那一天也是英业牧师讲迦南之声，我那时候已经预告，是我们如果有虎头、虎头，但是有鸟七背，就是我们刚开始回应的有声有色，但是后来呢，
我们被许多事情所搅扰、困惑，甚至我们远离了神。我们看到今天来的经文，他竟然和外邦敌人多比亚结亲，还假公济私，在圣殿库房中为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大房子，占用了原本收存素祭、乳香和器皿的地方啊。尼希米看到这一些，哇，真的是这样除恶这个务尽，把多比亚的家具统统扔出去，重新洁净这屋子，归神所喜悦，归神所使用。我们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我们并且要有勇气，从不洁的世界要分别出来。在以弗所书，我们说今天我们也要再一次来学习，就是我们如果看到了弟兄做了暗昧无益的事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应该要勇敢的劝勉跟纠正，这就是我们应当负的责任，不是吗？我们可以起来提醒甚至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为主所做的，他在那个职分上，他不随便掩盖人做的恶，容许。他知道光来了，黑暗就不在，而我们是属神的。既然我们是属神，我们应该活在光明。所以我们光明来了，我们其实是应当是欢喜快乐，只不过我们一直在黑暗中，光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是很没有办法睁开的，一时没有办法适应。但在光中是多么的好啊，是吗？英英牧师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其实一直在所谓的医界是非常用心、尽心尽力。但我们知道在医界其实有一些潜在的规则，但他在那边工作，刚开始他其实不是基督徒，但是越来越做越多年，后来因为神的爱唤醒了他，他越来越觉得他在这个位置上，以前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不知道不能这样做，他只觉得大家都这样做，这就所谓的结构性的犯罪，结构性的在黑暗里，那么大家习惯摸黑就好了嘛，大家还可以彼此扶持，彼此遮盖彼此掩盖了哈。结构性的犯罪是很可怕的，当他因着上帝的爱福音醒悟过来时，其实他心很挣扎很痛。有几次他来找我说，英燕姐怎么办？这么大的一个结构性犯罪，我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大的结构下，我做的根本就是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，我只是到时候被大家这个讨厌厌弃之外，有可能我会遭受到不测。感谢神，经过不断的祷告，也从神的话语里面光照他，神给他勇气。就是勇气不是不害怕吗？而是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。于是他经过祷告之后，他觉得他不要在这样的结构里，于是他提出了辞呈。当然在提出辞呈的时候，一定会被问到何以你要离开，他就讲了这样的事情。而没想到主管医生竟然默然不出声，然后说，如果你这么在意这件事情，我可以改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辞职？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是很重要的。感谢主，很奇妙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
这个我的好朋友这个例子，这个医生还不是基督徒哦，而他自己在医界是基督徒，大家都知道，而他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，他也发挥了他属神儿女的这样子的应该有的生命。所以感谢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是光，光来了，黑暗就不在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默想，我们若得罪弟兄，要有悔改认罪的勇气，请求弟兄的原谅。但若有弟兄做了暧昧无益的事，使神的家受亏损，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是爱，也会管教，你要我们在光明中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哪能还在黑暗中呢？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也鼓励我们，我们不可做别人在黑暗中所做那些无益的事，甚至恳求你给我们有勇气、有智慧、有力气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事揭发出来，使人都活在你的光明之中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你，我们今天活在光明中的喜乐与得胜的一天，我们明天见。